第六冷气团来到咱台湾的高山落雪，隔壁都有民众去到雪霸国家公园上山看雪，说室温分别就要等人来救。国家公园署的提醒民众山区气温真低，若搁落雪，人伫咧山活动就较有风险。民众就要评估天气，评估家己的能力，避免发生意外。沿途建筑可能会被雪压倒，步道湿滑，务必小心。雪霸国家公园的巡查员真用心提醒山友，伫落雪山区要注意家己的安全。若身体不爽快，爱随落山，维护安全。冷气团发为台湾高山连续落雪结冰，部分山友上山来赏雪。雪霸国家公园连续发生2件山友失去温度分别等待救援的事故。立即与苗栗县消防局联络出勤事宜。该患者因状况严重，已呈现欧卡。除了苗栗县消防局指着一行6个人的队伍，其中1个人敢若室温分别以外，台中市消防局上款是指着一行5个人的登山队去爬雪山，1个人敢若因为室温失去喘气心跳，已经派人上山去找，也请这个空军直升机协助救援。一行5人，包括我们离山分队的3位同仁，还有武林管理站跟武林小队的2位同仁一起做抢救的部分。因现阶段天候状况不佳，积雪已达30公分，我们预计明日上午再尝试全力前往，是否能接触待救者。由关山地区的气候瞬时万变，玉山国家公园也发生2件因为失去联络也是真慢才转来引发的搜救案件，虽拢平安来撤案，可惜救援人员真无用。国家公园署提醒，最近山系活动风险明显升悬，呼吁山友要小心评估天气，自身的能力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，雪地三宝啊、冰壶、鞋子跟眼盔啊这些东西，卫星定位系统准备好。后面那一波的冷空气，目前是有达到大陆冷气团，北部、东北部有可能达到13、14度。不过，对着山顶低温落雪，却受民众牵马去补领，相关单位依照国家公园法这法令来发。也来气象署强调，这波冷气团已经减掉，未来1礼拜依然受到2波冷空气的影响，尤其是拜5、拜6这波大陆冷气团南下，全台温度会明显来降低。记者宋华报道。